金言金語，首道篇，傳揚你的大能。經文：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。我要天天稱頌你，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。耶和華本為大，該受大讚美，其大無法測度。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，也要傳揚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嚴的尊榮和你奇妙的作為。人要傳說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我也要傳揚你的大德。他們紀念你的大恩，就要傳出來，並要歌唱你的公義。詩篇145篇1至7節。我哋作為神嘅仔女，係必須要識得傳揚神奇妙嘅作為同埋佢嘅大能，特別係向我哋嘅下一代傳講，好叫我哋嘅下一代能夠知道神、認識神、敬畏神，一生跟隨神，並且明白神嘅心意。神喺每一個世代之中都有奇妙嘅心意同埋帶領。若果上一代能夠識得向下一代傳揚嘅話，下一代就能夠存住信心去傳承，同埋有勇氣去面對挑戰。以下就記述咗摩西、約書亞同埋大衛點樣向佢嘅下一代傳講神嘅大能啦。第一，摩西同約書亞喺申命記31章7至8節有咁嘅記述。摩西召了約書亞來，對他說：你當剛強壯膽，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，你也要使他們承受那地為業。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與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。摩西向約書亞傳講神嘅心意，吩咐約書亞要剛強壯膽，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，承受嗰個地方為業。仲話俾佢聽，神必定響佢嘅前面行，又與佢同在，叫佢唔使驚。第二，約書亞同以色列民嘅下一代，喺呢個約書亞記23章14至15節有咁嘅記載：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你們是一心一意地知道，耶和華你們神所應許賜福與你們的話，沒有一句落空，都應驗在你們身上。耶和華你們神所應許的一切福氣，怎樣臨到你們身上，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各樣禍患臨到你們身上，直到把你們從耶和華你們神所賜的這美地上除滅。約書亞向以色列民嘅下一代傳講神係賜福嘅神，係信實嘅神，佢講嘅每一個說話都要應驗。約書亞鼓勵佢哋要敬畏神、侍奉神，要遵行神嘅律例同埋典章，唔好違背神嘅約，去拜咗其他嘅神，否則佢哋會滅亡噶。第三，大衛同所羅門響列王記上2章1至4節有咁樣描述：大衛的死期臨近了，就囑咐他兒子所羅門說：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當剛強，作大丈夫，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法律上所寫的行主的道，謹守他的律例、誡命、典章、法度。這樣你無論做什麼事，不拘往何處去，盡都亨通。耶和華必成就向我所應許的話說：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，盡心盡意、誠誠實實地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。大衛話俾所羅門聽，神曾經對佢嘅應許，只要佢嘅子孫謹慎自己嘅行為，誠誠實實行喺神嘅面前，就可以世世代代都可以坐喺國位嗰度。又教導所羅門要遵守神嘅教訓，行主嘅道，就可以凡事亨通啦。我哋有冇好似摩西、約書亞同埋大衛咁樣，向我哋嘅下一代頌讚神嘅作為，同埋傳遞神嘅心意呢？戴德生牧師喺1854年到中國傳教，至今已經150幾年啦。中國經歷改朝換代、戰亂頻仍，環境變遷非常之大。期間又先後發生過第一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。戴德生牧師嘅家族仍然可以5代相傳響中國宣教，祝福中國人。相信必然係戴德生牧師身體力行咁樣，將神對中國人嘅心意
神奇妙嘅作為同埋大能向佢嘅下一代傳講啦。默想與反思，我哋有冇將神嘅教導向我哋下一代傳講呢？我哋有冇向我哋嘅下一代頌讚神奇妙嘅作為啊？我哋有冇向我哋嘅下一代見證神嘅榮耀呢？咁我哋又有冇向我哋嘅下一代傳講神嘅心意啊？讓我哋一起禱告。神啊，我哋要效法摩西、約書亞同埋大衛，清楚咁樣向下一代陳明你嘅旨意同埋心意，叫佢哋能夠明白同埋跟隨。我哋亦都要喺我哋下一代面前常常見證你嘅榮耀，好叫佢哋能夠識得頌讚你嘅大恩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